请坐下。无合格，你毋知影干咩叫叫对啦。
因为咱人是讲动作，经过气场到动作来到这边才叫细小讲就讲气的所给，这是讲大家讲动，要么是快乐的爱，快乐的爱，小的爱，在这个爱当中就有维系，这爱当中有维系，所以爱当中维系以后，咱来他会他的才能讲爱对不对？咱想对不对？咱爱对不对？咱想对不对？咱来体会抬算，体会抬算，对的咱对的所以现在来讲，这个现在是从不现在的感情，但一定对的我出世来所想的。所看拢是对，因为咱人是因两是当中，无信仰就是上帝，无信仰就是上帝，拢是因两是我头前，有真因有真用，比如咱讲到金火金水一起球，咱有真因有真用，但是真因真用当中。你要安怎挖去长期经营，然后要经营，这就是所以咱必须来透过咱这人识班，透过咱这人破坏无心，来咱前车动咱前车动了，树果咱先。保育，先有一点保持，这样大所以他会咱行财到这32，那么在32上这个咱讲，第二个讲，所以这个这是。读歌是做咩样改变？听歌就要改变，听歌就是改变，将咱的目标改变，将咱的调。透过伫这学歌透过听歌甲生活当中的总有一种因为有个现实来讲，他不是那样的。所以是的怀疑，是的这么多是就是最关键的，而是的当然也要让人这个样子的东西，这是一点，所以呢，咱华语它比较宽，对西方它比较基础要强一些，固定来可是这段期间是不是真正我讲真正安尼做，来完成这个任务？所以是个就是完成。那么哪来讲，就这个啊，先个也拢无。所以相信应该在做出经验，修道作为自己。那么既然这个东西，大家就要努力，
即卖人来讲说，过去圣人伊记足一个，记足一个，你怎啊会给咱每一个人同咱讲？因为咱家己人，咱每一个人都足点。今日人，今日人，我哦，可是你有你的个性，我有我的个性，你有你的脾气，我有我的。你有你的发音点，我哦，你有你唔来所在，我唔来所在，你唔来所在，你有发音点，我有发音点，所以人属于讲有影响，我有讲，我若是对人讲那个什么，是啥？所以咱从个性能到咱们积极，咱来接触对怎么样？今天这个改变，咱今天这个礼拜咱去佚佗，咱来遮地方，来遮参考，对，咱来了解是要做乜嘢，唔是要来遮坐正当当，咱遮参考参考问题，咱全部知道。我靠一个不然就是要咱的精神公平，要咱的精神快乐。你若让我来做成充分了体验，世界不是有些钱啊，这个能力这个将来第二章，贵文主上书条有，著文之外在书可。这贵文主呢？相当有名，伊咧做代志相当有心。圣人无去礼拜，有啦，但是呢，迄是伊个传统咱讨厌，多数都是伊个做，咱就只安尼做。修天道必须要对真道是天道人为，真道若做无。天道，人道人道天道所以能讲你要做某天理，这该也在做，你本来做先天的，我想你起码是先天的，起码。我现在不玩乱起，那是我们先天的。所以呢，两年家己他要甲国内，我以为要叮当的，所以讲民主把这个。